南投国际乡的中学实验小学，带学生参加登山活动，训练学生自我挑战甲冒险的勇气。 除了训练学生自我挑战和冒险的勇气，过去学校拢会伫咧校园内底安排爬树花、空中下降，即要规划学生挑战爬800级，因为爱真侪行李装备，所以事先爱训练负担。我是跟着体能比较差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、一起练习负重啊，或者是登山。除了体能训练，学生爱互相合作，包括煮饭炒菜，搁伫咧爬山过程，伫咧晴冷的天气内底，大家爱互相磨练鼓励。 我们希望孩子学会的是非认知的能力，就不再是知识而已，而是包含毅力的培养，包含同理心，包含生活能力。学生体验要如何伫咧野外生活，嘛欣赏到大自然、美丽山崖，还有生态环保的重要性。中学实验小学挑战雪山登峰，学校用心准备，互囡仔得到难忘的体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